这模式必须要持有驾驶证的，驾驶证1证才能骑的。无证驾驶的话，按照交通法的话是罚款1500，明白没有？不戴头盔罚款50，车辆我们就先暂扣了，好吧？然后车内的贵重物品拿出来。啊，你看一下嘛，处罚不是目的，我们主要是想要你们人人都持有驾驶证。城管你看都没有戴安全头盔，你看也没有那个车牌，我也不讲你了。我不是你爹，不要跑，你头呀，没头盔也没拍照，你看头盔在哪里？牌照在哪里？前面有交警。你看，本來過來呢係處理電動車違章嘅，結果入邊排滿隊，全部都係電動車違章。姐妹們，今年你俾電仔揸罰咗幾多次啊？罰咗幾多次款啊？我太難了。简直就是逆天啊！查车查到学校里面来了，拖车都开过来了，看来这次行动是势在必得呀。话说我现在骑的这辆小 Q 电动车也是辆改装车，不过呢只改装了刹车卡钳，应该不会抓我吧？兄弟，你还不跑？跑啥呀？现在叔叔他们的注意力都不在我这边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上路行驶之后啊，被监控或者是被警察看到了，就循着监控一路找到了家门，在车库把摩托车扣走了。昨天我们就开庭了这样一个案子，警察叔叔那边的答辩意见是说，按照现在的法规的规定是罚2000扣车，但是我们这边的意见，这个扣车是不合法的。为什么？扣车按照规定应该当场扣车，交通违法行为已经结束了，车已经处于停驶状态，在车库了，这个就不叫扣车了。什么叫扣留车辆？扣一定是先已经掌控到了车，不放，这叫扣。跑到家里边去把车给拉走，这不叫扣，这叫追缴扣押，是吧？它不符合扣留这2个字的本身的含义。深圳这个罚2000这个事情超出国家规定上限的10倍，以及扣车这个事情本身在法律上就值得商榷，上门扣车更是错上加错。让你们看一下我家的車庫。沙井扣车场。深圳被扣押的电动车竟然在网上售卖。据买家透露，电瓶车均来自深圳扣车场。据记者采访，消息属实。我想问一问，被售卖的电动车还会不会被查？如果不会被查，那么当初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扣押的电动车？买家会不会买到自己当初被扣押的电动车？这个钱到底进了谁的口袋？这难道就是深圳发展快的原因吗？经开区路程啊，格林公园旁边这个红绿灯啊，骑电动车不戴头盔的也已经纳入电子监控了啊。所以说大家骑电动车路过这边一定要戴头盔啊，后期都是要罚款的，然后再也不用和交警躲猫猫了。괜찮아对无牌、车打号牌、假号牌的电动自行车进行查处。3、我们对地铁口周边提醒过来停放的无牌电动自行车、假号牌电动自行车，我们取证后依法予以扣留。高
據說咧5月20號起，廣州多部門對電動車將會拖移同埋扣留。對於停放喺人行路上邊啦、地鐵口、人流密集嘅路段、無牌同埋未掛牌、遮擋號牌同埋非法改裝嘅電動車將會查處。對於摩電非法營運、圍堵、拉客嘅行為將會打擊。可以睇得到啊，呢一次嘅整治行動嘅重點，為咗改善地鐵口周邊交通環境同埋通行嘅秩序問題，廣州將會喺常態化嘅路面攔截嘅基礎上，同步咁查處停放喺路上邊嘅涉及未懸掛本市有效號牌，例如過牌倒掛啦、執掛或者係故意損壞、遮擋等行為嘅電動車，用依法查處嘅方式分階段咁開始整治啦，包括扣留車輛啦、處罰個人啦。呢一度提醒一下大家，電動車牌證丟失咗，記得及時申請補領啦。如果唔係，好有可能被扣車並處罰200以上500以下嘅罰款。另外，如果發現部車被扣啦，可以喺15日內攜帶身份證啦、車輛嘅行駛證、購車嘅發票、車輛嘅合格證到轄區交警大隊入邊接受處理。到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嘅係，電動車管理以後只會越嚟越嚴、越嚟越規範。畢竟只有文明出行先可以真正做到與安全同行啦。嚟5月26號今日啦，星期一開始啊，電雞法升級。對於地鐵站旁邊嘅呢啲無牌電雞啦，嗱呢兩部啦，故意遮擋嘅，嗱呢堆全部無牌，故意遮擋牌照嘅，亂停亂放嘅，違停嘅，仲有嗰啲咪兜客仔一律拖走。咁今日唔知會唔會開始呢個行動啦嚇？嗱呢啲啊電雞啊冇上牌嘅改裝嘅全部拖走晒就啱噶成條路咁鳩闊，全部擺晒喺度，阻鳩住晒，路都冇得行仲要片嚟片去，左飛右飛，最緊嚴打啱全部拖走晒。最好同以前啲摩托車咁又要考牌，又要乘，又要年審，咁啱噶。這個墳場這樣子停車的，就這樣停在這個非機動車道這裏，讓我們一群這個揸電動車的都無路可走。旁邊有這麼多這個公交車，要冒着這個被治病嘅風險，開出這個機動車道這裏，從這個公交車狹小的風中小心慢慢地過。這種人這樣子停車都不考慮人哋嘅感受嘅，真的是什麼人都有啊！個個都只能小心地慢慢地從這個公交車小小嘅風中過，真的是好危險的。萬一被這個閒時嘅公交車刮到了冚親個頭，這個責任又是誰的？希望你們這些開車的都能給我們揸電動車的留條路吧。